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阿根廷摕到冠军，这嘛是阿根廷队史上第3座冠军。家顶一届的冠军已经落36档。阿根廷的国内球迷是痛甲抓袂牢，那全世界支持梅西的球迷嘛拢真欢喜看到这个结果。也毋过法国的球迷就真失望啊！因原本是希望会当完成2连霸，结果输去。也毋过法国的球迷嘛拢讲，两队是有影踢出一场真精彩比赛。看到 PK 大赛，阿根廷国卡蒙特奥破网的时阵，伫卡达球迷现场拢叽叽叫。伫拿半球的阿根廷也全国欢庆。伫布宜诺斯艾利斯邦江边周边的车路客满球迷，也佫出现大型国旗，伫大家头壳顶。La teníamos que sufrir como argentinos que somos, nada es fácil, pero bueno, acá estamos celebrando. Este era el año, sin dudas. 有人带起电火条啊，蓝国旗，要球迷摕美式上第一相片上行路，真侪人心情激动。这是阿根廷为1978年、1986年了后第3摆抱走大力神杯。Tengo 41 años y sufrí en 90 todos los mundiales y ver con mis hijos José de Pilar。全阿根廷的人为美式所带国家队感觉骄傲，伫法国阿根廷人也伫香榭大道庆祝。啊，毋过为避免群众伤过欢喜闹事，警方赛车慢慢行，甲大家讲庆祝过就好啊，即嘛用欢喜转去咯。On a perdu une finale de Coupe du Monde au Brésil, on a perdu 2 finales de Coupe América. Enfin, Léo Messi, à fin de carrière, il fait quelque chose d'incroyable et élever la coupe pour tout le monde. 对法国人来讲，卫冕无成功，互人失望。啊，毋过也承认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Mal, mais franchement, c'est un des meilleurs matchs que j'ai vu de ma vie. L'équipe a vraiment Mbappé, il a porté l'équipe. Colomani, il a des couilles en acier, je le dis devant la caméra. 伫卡达，真侪球迷翻送国家英雄离开体育场。这一届世界足球赛是阿根廷队长梅西最后一摆，全体球员表态要自1986年马拉多纳了后，互梅西愿望赢大力神杯。车斑马离开现场，黑暗当中发现车最后一排位不出大力神杯，而且提人就是梅西。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镜头转来，咱过来关心天气。受寒流和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今仔日各县市继续发布低温特报。那透早的低温拢伫10度以下，伫新竹的五味，透早测到4度的低温。也毋过寒流伫日时会开始减弱，温度就小可回升。北部甲东北部今仔日高温有15度至18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19度至23度。同齐来看温度。因为无啥水汽，所以是较干。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甲东半部，也有东南部是湿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明仔载天气和今仔日是差不多的，透早温度会较低，会较寒，也毋过日时温度就会开始回升，日时暗时的温差较大。也毋过真紧，伫拜3的时，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入南，温度会开始下降。拜4的时是冬至，到礼拜日耶诞节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是大冷的天气，就会真有过节气氛。若这波冷气团有机会会达到寒流的级数，这部分爱个观察。这两天的天气是寒死死，今年到目前为止上强的寒流到位。根据气象局的统计，这届是2011年以来冬天上早出现的寒流。昨昏规工拢真寒，也毋过今仔日寒流会豆豆减弱，就无昨昏遐尼寒，日时温度会开始回升。手机顶头拢结霜。规座山白茫茫，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娱乐区透早温度虽然伫咧0度以下，也毋过水汽无够，无落雪，但是也是有真侪游客上山等咧要看雪。水汽减少，所以并没有降雪，但是经过1夜的水汽，还是有形成了很大片、很壮观的路霜。气象局讲，受到寒流的影响，18日透早各地拢出现立冬以来新低温度，马祖南港就出现5.1度的低温。因那本岛遍地上低温度是出现伫咧新北市的富贵港，只敢若5.7度；因那台北站是只敢若9度。我们预计寒流影响的时间点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今天夜里到清晨会有非常强的辐射冷却效应。要再次提醒，尤其是西半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辐射冷却可能会带来下探6度甚至是5度的低温。一直到8月日时开始，各地才会慢慢回温。也毋过拜3又有大陆冷气团来，
北部季军会降到11度左右。到拜六拄是圣诞假期，会阁有一波冷空气来，强度可能也是寒流的顶级。记者综合报道。受寒流的影响，合欢山即届嘛有落雪，武陵农场嘛有结霜，规个看过拢是白茫茫。有民众专工去山顶等雪。若伫苗栗是有登山队，初十要时去爬雪山，有一个姓林的登山客失踪，救援警员即马也咧找找。民众伫合欢山本岭停车场等几暝，将伫半暝2点等到今年头一波落雪，不过只有落几分钟，尾仔就变做落米粒仔雪。虽然安尼，山顶也是客满来赏雪民众，要来体验难得的景色。我们这是台中。高雄几点就要来了？我的话从12点。趁还没有那个笼钓，赶快做了，是不是？对啊，我们去路边挖的。去路边挖的。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合欢山日时温度大约在零下1度左右，因为有出日头，气温是慢慢回升，水汽也相对不少。前一暗所落的米粒仔雪已经开始扬起啊，不少民众也是把握时间贴雪来耍啊真欢喜。而上雪楼也表示，日时了后就无过落冰粒仔雪了。冰线融化，路面并未结冰结霜。武陵水晶宫路段并未限制挂雪链通行。而加温报道，位伫个武陵农场附近的大7+45公里室外垭口，关度在1948公尺左右，也出现这个西挂伫个树顶的美景，敢若规个个夜糖粉同款，互真侪上山游客看到地真欢喜，感觉非常美丽。温度0度附近结成了漂亮的雾凇，会在树上、石头上形成非常美丽、类似雪景的北国风情。另外，虽然寒流来报道，救援人员也是继续伫苗栗甲台中交界中细山顶摸到0度低温伫找登山客。苗栗县消防局表示，初十有16个人的登山队伍，伫爬上中细山了后，队伍内底43岁姓林的查甫人伫花场中，伫泰安乡230林道来失去联络，到即阵也阁四个伫找。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网络社交平台服务业袂使伫咱台湾经营相关的业务，不过咱国内有业者顶个月伫台中市核准成立公司，而且已经伫对外招员工，这是涉嫌违反两岸条例。陆委会表示会主动侦办，会依送法办。来看联合报，石油署协助咱国内的食品业者去进口中国的时去做注册登记，不过通过率只有25%。外界是质疑讲，因为石油署甲往来所当作是报案的形式，才会造成申请未过。石油署是解释讲，伫去年10月时，登记内底就无高压饼这种通选，是尾啊搁开放新系统了后才有的，所以业者家己去注册，才有袂少业者家己注册成功。来关心自由时报。国民健康署有分析6岁以下，咱国内儿童死亡的原因，有超过4成拢是会当预防的。亲像这非自然死亡的内底是以车祸占上济，占26%。第二是无开翕视的，若囡仔防苦毒死亡的嘛占21%。亲像中度会当预防的就有56%，拢是因为是啉奶去砸着，也无就是食物件去夹着，不幸过往。来关心嘉义市长的选举，嘉义市长投票昨昏举行，现任的市长黄敏惠以59000外票连任，赢过民进党嘉义市候选人李俊逸。谢谢大家，谢谢。到下议选举经当赛嘉义市长选举，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以27000外票大赢民进党候选人李俊逸，嘛加做史上头一个4度当选江县市的地方首长。伊强调，这届选举已经下党派，是基层反映心声。我们在基层的努力，会比你从高层远处看会更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基层的心声，基层的力量，这是一场基层对高层的一个选举。
唔知敢是天气冷影响选情，即届投票率，家己市选委会估计是43%左右，嘛是历次选举上低。不过这次的开票，黄明辉除了有执政优势，选情嘛回归传统的拿力对决。伫开票了后，就一路领先对手，突破当选的标准，上尾以59874票赢李俊业32790票，甲其他候选人面对败选，李俊业嘛表示责任由伊承担。这边咱虽然真拍拼，但是咱无达到大家愿望吼，而且我真谦卑吼，甲大家报告吼，咱无成功，所有败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面对12月26、9国民党阁提下家己市，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是表示尊重结果，会继续检讨反省，嘛会继续整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唔过有一点自满，也是欢喜，会继续拍拼，面对后壁2场的立委补选。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的黄敏惠顺利连任。这届选举的时间延后，加上昨昏天气阁遮尔寒，所以投票率是增加。黄敏惠是因为有现任的优势，成功赢过民进党的李俊业。这嘛代表9合1的选举，即嘛已经正式煞过。地方首长的部分，国民党计强摕到14个，赢过民进党的5个。也毋过有学者是分析讲，国民党整体票数看起来无明显增加，敢有法度继续延续这个优势，想要赢2024总统大选，这部分就爱个观察。谢谢大家，谢谢。 2022 9合1延长赛嘉义市长选举，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连任成功，拍败民进党对手李俊业。失败选举延后，加上寒流来袭，投票率无悬的状态下，国民党依然是固守基本盘。 因为他是现任，所以相对来讲，他本来就比较稍占优势啊。那么再加上今天因为天气相对比较冷啊，投票率不高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变成是基础支持者的动员会照原有的版图呈现出来，所以这样子呈现，我们是觉得很正常。 嘉义市长选举结束，代表2022 9合1大选落幕。这摆地方县市首长，国民党摕下14席，民进党5席，民众党1席，无党籍2席。 国民党新旧连任的县市拢有9条例，民进党是惨败。不过学者认为，国民党的选票并无明显来增加，是不是法度用延续气势到2024？这也个有待观察。连任的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整个选票的结构也没有因为这样国民党有着非常明确的成长，所以我认为。 严格来讲，真正该检讨的确实是民进党，民党也没有自满的空间。哦，所以事实上，我认为明年的总统大选，两党都还是有非常大的各自不同的需要努力的缺陷。学者分析，民进党这时阵检讨，需要赶紧来找出流失选票原因。所来台北市立委补选，也有内阁改组拢是支票的事项。国民党也无自满的所在，两党家己内部是法度来整合成功，是选来2024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本土疫情伫昨昏是新增加15000多的本土病例。有医生是看讲，这已经是连续10天疫情拢在压悬，所以即嘛是爱设置疫情反恐。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就最近疫情的办势来看，伫旧历过年了后，新正过后，本土疫情有可能会阁压起来，到时一天可能会要到36000人确诊。 国内新冠疫情确诊案例18个增加15034例本土个案，89例境外移入，30例死亡个案。新增加的病例数比顶礼拜日加1000例，增加差不多7.1%。有医生讲，已经连续10天增加，可能有新一波疫情。目前看起来是会在持续上升，大概是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高峰的时候每天停在2.9万到3.6万之间。 好，如果说发现我们的最高峰或是周总确诊数已经有超过上一波 BA.5 的情况之下哈，那其实要特别注意一下会不会说有造成我们那医疗量能的一个负荷上升。寒流来，全台湾温度降低，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增加。自各地消防局的统计发现，到17尾暗，台北市11个人到病了9袂大，新北市11个人送病去，6个人死亡。彰化县只有4个人到病之前就无喘气心跳，这一天全台湾就只有68个人死亡。根据国外跟国内的研究来说，最适合的温度大概18到23度左右。
所以当你在起床的时候，你的被窝可能就有接近30度或30几度，所以这时候对这些年纪比较大、这些高风险族群，可能就会有意外事件的发生。医生讲，这个死亡个案大部分拢是伫咧室内死亡，伫厝外颠倒少，尤其是视大人、心血管疾病严重的人，伫拄困醒时阵，可能会发生姿势性的低血压、头狂了无睡力跋倒。所以建议，拄困醒的时阵，上好先伫咧面床顶骹手小叮当一下，过一段时间了，才落面床徛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先来关心中国的疫情。中国放弃清零了后，目前疫情是拖到真凶，确定病例日头增加，疫情遮尔吃力，胃病死亡的人嘛变多。北京的火葬场是摆甲甜一甜，真惊人。另外，为着防疫，北京即嘛是建议民众去注意防射，嘛有提供用喷的预防射，要增加民众的保护力。殡仪馆外口车队排甲真长，火葬场进前穿着防护衫的工作人员无应甲棺材送去大楼内底。中国清零政策实施了后，疫情拖真紧，各地确诊的病人汹汹增加。北京10几间政府指定确诊过身病人的殡仪馆火葬场，因为确诊员工增加，卡手无够，加上死亡人数汹汹增加，出现排队状况。有骨头红的业者透露，为初次开始放宽防疫政策了后，逐天平均的死亡人数就比过去悬。北平东郊一间殡仪馆嘛表示，一天要烧掉确诊病人的遗体至少30个到40个。为了防疫，北京当局嘛开始用新冠喷雾疫苗替民众注疫苗。在中国放零防疫政策开放社区发烧门诊了后，各地病院去看病发烧病人人数都翻倍增加。就连北京体育馆嘛改做临时的发烧门诊。刚刚开放的时候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和急诊是暴增的门诊量，然后我们的每天的标本量也是特别多的，然后这2天还慢慢有所缓解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高准友17出席财经周刊举行的年会，财经年会2023演讲时阵讲到，中国一淡了后，新冠疫情的传染率会达到10%到30%。中国疫情如果会正走一方三波，分别是12月中旬到正月中旬，以城市为主，偷偷拓开的头一波疫情，甲春节前后民众回乡过年，甲登去工作的strategy前调，会分别正走一波的疫情。如果当季因为确诊死亡的人数上少有12万6千人，相关会达到67万2千人。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关心北韩伫北韩时间昨昏晚到的时，阁射2粒弹道飞弹，按算是落伫日本的经济海峡外口。这是北韩伫今年以来第35届射飞弹，今年嘛已经射超过60粒。日本政府嘛有随向北韩提出抗议。这个月15，北韩官方媒体劳动党报则打报道，成功测试高推力固体燃料引擎。10月当地11点11分到52分左右，北韓為東昌里地區前後發射1粒彈道飛彈。北朝鮮は本日11時台2発の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ました。詳細については現在分析中ですが、落下したのはいずれも朝鮮半島東側の日本海で。我が国の経済的排他水域外であります。根據了解，北韓用角度真懸的方式發射2粒飛彈，攏是中程飛彈。各個飛彈飛行差不多500公里，高度達到550公里。日本政府表示，根據飛彈的軌跡，攏無變化來看，這個飛彈是一般的飛彈。而這嘛是北韓今年以來第35屆發射飛彈，總數超過60粒。其中還有1粒包括會當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飛彈。這個北韓的行為，讓日本嘛閣一擺譴責北韓違反安理會的決議，而且向北韓提出強烈抗議。北朝鮮による急速に挑発をエスカレートさせる一連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断じて容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另外，這個月17是北韓進前的領導人金正日過身滿11天的日子，真濟北韓的高層官員攏去景壽山太陽宮參拜追悼。不過，北韓的媒體朝中社公布的相片內底，卻無看到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甲伊的親小妹金與正。南韓智庫統一研究院分析，因為北韓12月下旬要召開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會，金正恩有可能是去革命聖地白頭山弔唁，才無出席老爸過身的紀念活動。公視新聞台是同朋友。
那这场战争嘛，互真侪欧洲国家经济衰退。也毋过，伫俄罗斯边仔的乔治亚是颠倒无受影响，因的经济有变好，年度的经济成长率有成长1成。这是因为有侪俄罗斯的移民，即马是走去乔治亚过日子，有人来就有钱通赚。也毋过有专家嘛烦恼讲，这是暂时的，等战争结束，经济就会衰退。民众早真侪钱要来换外汇，银行内面也阁真侪人伫咧排队。乔治亚货币拉力起到3年来上悬点，商场内面真侪人伫咧买物件，这个拢是因为俄战争来到乔治亚的俄羅斯移民。This year for 2022, the growth will be minimum 10%. And this is driven by the different indicators, such as exports, remittances, tourist inflows. And this is the main drivers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I think probably this will be continued also in 2023. 世界银行捌伫今年4月预测，伫俄羅斯隔壁的乔治亚，今年经济成长率会自5.5%爬到2.5%。不过，即马即个人口只敢若370万个国家，互大家真意外，因为乔治亚有相对自由的移民政策，准外国人伫咧国内住、工作、甲做生意。所以有超过10万个俄罗斯人来遮住，而且内面有超过1半的移民拢有专业的背景，是科技人才。Probably the majority of them very young, technology-educated people who have a knowledge, and probably for us, for TPCA, but also for the other Georgian company, this is a quite useful opportunity to use that. 不过，唔是大家人拢因为这边的经济成长受到好处，大量的高收入移民唔但造成乔治亚物价一直起。伫咧首都市厝的租金也起75%，对收入较低的人一个学生的生活影响真大。有企业担心，到时战争若结束，这款移民转去，经济会快速衰退。They have no idea how long they are going to stay here, but when they leave, that will be a problem because some amount of demand which was now in place will not be in the future, and it might create problems in term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specially damaging it might be to construction sector and th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公司新闻牛言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英国首相苏纳克伫今仔日会去拉脱维亚首都参加远征军联合部队的峰会，宣布明年会按照合约继续提供乌克兰无停的炮弹供应。来看俄罗斯的总统普廷伫今仔日是会去白罗斯和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见面，来讨论区域安全和共同应用措施。观察家是认为讲战争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也毋过卢卡申科嘛对外表示讲，伊去为着流感嘛，风声讲伊是加破病来影响普廷的行程。来关心南韩的疫情，即马有转好。南韩是宣布讲，经过卫生专家的建议，因即马考虑要解除伫室内爱挂喙安这个禁令，打算会分2阶段来实施，来豆豆放令。第一阶段是甲室内强制挂喙安，即马改做建议挂喙安，上紧伫明年会开始实施。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关心做兵延长这个方案，即马外界拢关心当时才会公布。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即马已经进入最上届尾下阶段，在做整理啊。有新的做法，就会随时向对外来报告。也毋过，两岸较紧张。美国的 CIA 中情局长伯恩斯嘛有警告讲，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愈来愈大。佮讲是军兵已经下令要求中国的军方伫2027年进前，要做好战争的准备。即马大家伫咧关心兵役延长方案伫咧年底进前是毋是会公布？因为年底进前即个剩2遍行政议会，当时要决定。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已经伫咧整理阶段。兵役延长要经过各部会详细的盘点，大家都在最后整理的阶段，一有新的做法，会适时向国人报告。两岸关系紧张，唔那是国内注意兵役的问题，国际上也关心台海的局势。美国 CIA 中情局长伯恩斯警告讲，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愈来愈大。CIA 情报讲，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求强军伫2027年进前做好战争的准备。
But I would not underestimate for a moment, nor do any of my colleagues here at CIA underestimate his ambition to control Taiwan. 时间点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基于攻方跟守方的这实力原则，如果说守方也就是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增强，那我想这个攻台的时间就不会这么早，甚至会无限的延后。应对强军的威胁，国军也继续增强防卫的力量。团讲海军完成东部地区机动中队部署，将会进驻向3、向2等飞弹的机动发射车组。未来也会搭配部署花地西叉飞弹。海军正低调回应讲，兵力的整建甲部署，拢会依照敌情的威胁、作战的需求，抑个国军整体防卫构想做好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南部大桥伫昨下晡开放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这座桥是用内政年度年限100年来设计的，这是比咱国内一般的桥以50年的标准，也搁较悬，也搁较严格。若管理和违法的问题，尾也经过协商，也是由港务公司来负责。看伫大桥通车进程，真侪民众伫桥顶来翕相留念，因为等2年5个月中建，宜兰的南方澳大桥将完工，伫18号正式来通车。我们这几年来在大桥重建的过程中，充满了考验，除了对旧桥的拆除、新桥的设计重建，而且还要面对我们疫情的挑战。南方澳大桥的开通祈福典礼，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拢亲身来出席。伫回顾这座大桥，伫108年10月7日规个放登记，得着桥卡的3只渔船，6名的外籍渔工死亡。受到当时恐怖情形，惊险闪过一劫的司机，印象依然是真深。那个桥不太对劲，跟我平常在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那个桥手都已经在抖动。新桥中建伫第2年的7月开工，用9亿8千万块，全长796公尺。交通部强调，内固年限100年，有抗腐蚀甲耐冻的设计，比国内一般的桥50年标准也较悬。新桥甲旧桥上大的差异就是巷道真悬，也阁有桥边拢有有悬甲加宽，并且甲原先的混合车道改做汽机车分流。另外，南方澳大桥后续的维护管理，最后由决定是由港务公司来负责。其实港公司也不是没有专业，港公司很多港口的建设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港公司的人才也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协调好，就是由他们来养护。南方澳一个叫做花卉之乡，说讲新大桥的造型元素，也采用大型花卉的意象，代表大戏入港。喜庆大丰收，希望连接观光营销，和桥梁成做当地新的地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赶紧来关心禽流感。全世界即马 H5N1 的禽流感疫情是真热烈。咱的农委会防检局嘛监测发现讲，伫家己当中有一间饲鸭场甲一间饲鹅场，拢去喂着禽流感。农委会是表示，即个嘅病毒是杜照杜出来的，若疫情敢会继续扩大，未来1礼拜是观察重点。防疫人员穿着规身躯的装备，入去这间饲鹅场做全场的预防性扑杀。因为这个家己东石乡的这间肉鹅场，甲另外一间番鸭场，拢验出感染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甲医官加调疾病防治所赶紧对周边做监测，扑杀4621只正番鸭，加1066只肉鹅。该2场是云林县案例场周边监测所发现的，虽然鸭只目视健康，并无死亡，但为避免疫情扩散，本所即启动全面的扑杀清场工作。因为这个肉鹅场是今年感染 H5N1 的第一座饲鹅场，相关单位正注意。根据农委会统计，今年到即马确定感染甲扑杀的禽场有34例，因那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伫今年11月，伫咧宜兰5月发现了，尾啊伫咧台南的关田甲高雄的陆地拢传出感染。农委会讲，因为是透过道教传播，所以要多观察1礼拜。还没有看到它一场传给下一场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基本上是大概就是因为环境，它饲养的环境呢，因为有鸟类，有候鸟，可能进到那一个鸭舍里面去吃饲料。农委会讲，因为这份天气冷，道鸟伫咧前线时阵，甲新型的禽流感传染咱国禽场的风险较悬。场内也因为所在较远，所以若要拖正紧。提醒业者爱加强阻止外来禽鸟，养菇目前是也无传到入禽。
而且今年需求的数量拢已经太好啊，暂时对产业未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婚礼有一个农民叫做谢志平，几若当前甲头颅撕掉了后，是回去故乡种田。经过几若年的打拼，即马有种出好成绩，而且伊即马佫带一批少年农民相帮伴，用换工的模式，嘛会分享机器，要替婚礼的农业打拼。一家伙仔斗阵，甲一粒搁一粒的西瓜冒上车。一个穿红衫的农民是谢志平，不过其实即阵咧收成的西瓜田毋是伊的，因为少年农民回乡种田的成本真悬，而且即阵佫真欠工。谢志平和一群农民都建立一种换工的模式，农民种的农作物百款，收成的时间嘛无同，大家就超时间去别人的田里互相斗相工，连农具嘛会当轮流使用。这样应该可能家己忙3工才会了，然后又多花钱。你只讲像我讲的讲，因免买这台小货车，还是迄种搬运车，迄一台7、8万，迄一台几百万的。伊向向转来，伊哪有遐济钱？我借无要紧，啊无伊这种一届，我又搁种啊，伊只加时头买落换。谢志平其实本地伫工厂上班，几若当前甲头颅撕掉，回乡种田。拍拼真侪冬，才有好收成。伊嘛无藏步，愿意分享经验，常常鼓励甲伊共款有热情的少年农民。伫今年，佮入选8大青农的辅导计划。将来有啥物活动，你爱拢爱找出去遐老农一定讲，这囡仔跟我出来跟社区人哦，伊凊彩地嘛要租你，因为伊对这地是感情，伊自少年做较老，伊无可能足随便甲这地等互一个贫惰的人，因为贫惰的人哦，会咧放甲规区拢臭，伊会感觉看了做唔甘的啊。每一片土地对农民来讲，拢有真深的感情。谢志平表示，回来庄脚种田，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毋但爱用心对待土地，嘛爱认真甲人伴满交陪。谢志平希望少年辈会当保持乐观，面对考验，做伙打拼，传承婚林的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有推出一个绿工家计划，进入到社区也是医疗院所陪时代做义娘的。嘛专工去中兴新村开家己测试的课程，要互老大人会当振动手骨，然后老化。真正这个外地，家己大舅阿公报名真侪活动，就是要甲食老的生活过较精彩，好伊伫天堂的看守袂烦恼。即个伊和朋友同齐来参加体质测试的活动，已经加真心熟。所有的活动，老人活动，我都参加。因为参加活动，可以使你的这个脑筋也好，这个双脚走路、双手都有动。能够收啊这样的活动，还要脑瓜呀，还要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个磨好、磨光。这个工艺过程啊又细致，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很漂亮。南投县中兴生活美学协会最近和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合作，推动台湾绿工业工程。这个工程就是进入社区医疗机构，结合医生甲工业老师来开课程。这个就是来到中兴新村陪伴时代来做义娘。长辈到一定的年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慢性就是疾病嘛，譬如说，可能手脚比较不灵活，或是说，可能在听力上面也不是那么敏捷度也不是那么高。可是其实我觉得是借由这样子一个创作，也可以让他们去延缓就是这样子一个老化的程度。老大人哪做哪开讲，手甲脑筋都有在活动，心情也真好，对延迟老化有帮助。未来绿工业也继续开课，陪伴这个阿公阿嬷欢喜过食老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县华业乐群社区本地是靠做糖出名的庄仔头，也毋过这几冬人口刷出真济，社区为着要行销地方，有举办社区营造成果展览，佮邀请94岁的时代先辈来小解糖厂的历史，要互民众认捌在地，发展观光。台湾以早靠种甘蔗、制糖，将做糖业出口大国。毋过时代演变，即马全台只剩2个糖厂搁咧运作，一个伫好尾，一个伫成化。为着要互民众搁较认捌成化的历史，社区请一位在地94岁耆老吴炳富来做导览员，一边散步，一边向大家述解糖厂铁路。
早时2磅，下晡时啊2磅，安尼，而且这条骨头肉线。哦，骨头肉线营养大。啊，免钱哦。哦，哎，咱普通买是不该钱钱啦。他今年已经94岁了，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对从小在这边长大的耆老来帮我们解说我们6分里的历史。徛伫尾头前大大欣赏，佮摕手机仔出来一张一张翕。老婚社区是传统的农庄，面积虽然大，不过人口敢若700多人。为着要行销地方，台南文化局甲社区合作办营造新糕点，邀请时代用当地材料画出去1中的6分。来小区参加这活动好不？好做好。了解说我们6分社区的民俗，以及它的名胜，然后它的历史，尤其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学员年纪偏大，他们都很喜欢来参加这个活动，手动、脑动、脚动。透过行具糖厂散步铁路，通带外地游客到社区来参观，佮通顺续行销在地农产品。社区的居民也表示，已经向市府争取，希望可以予深化教育这5分车铁路通行，才通佮带动地方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职业篮球 T1 联名英雄魂霸昨昏是登去到主场进行3连战的上尾一场比赛，结果大家想要看主角的球星霍华德，是因为伤忝无上场比赛。现场有超过15000的球迷，真侪人是专工来看魔术的，因为无看到真不满伫现场抗议。比赛了后，霍华德有表示，伊的队友互抗议，伊感觉真艰苦。伊嘛因为无出来比赛，向球迷回失礼。同齐来看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T1 联名桃园英雄魂霸18登到主场，迎接这礼拜3连战最后一场。现场有超过15000人，不过球星 Howard 专伫登录名单煞无上场，互想要看伊的球迷真失望。第4节甚至出现部分球迷用牺牲来招呼主场魂霸球员。魔术比赛了后表示，无希望球迷安尼对待因的队友。To see our fans, booing my teammates and stuff like that because they're my brothers, they're my family, and when you boo them, you're booing me and everyone else, and it really hurt just to have that happen. 霍尔也为未当出赛向球迷回失礼，魂霸教头刘家发指出，前一天魔术队反应无敢那爽快，比赛进前才决定互伊休困，原本3连战的设定都是要互伊出场。我们也没有特别考量说你第二场不打，然后第三场不打或者怎么样，是因为第2场打完，他确实有疲劳了，所以我们就就是经过诊断以后，确实要让他做一个休息动作。霍尔阁讲到，家己征战 NBA 10几年，无拄过3连战。刘家发也表示，对赛程有甲联名反应，未来会互伊以主场出赛为主。我们打的3连战也从7点、4点、2点，确实应该是在。这个比赛呢，应该是比较少的这样的状况，而且刚好是我们碰到，我们确实有跟联盟有去反映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魂霸半暝各伫社群媒体发声明，质疑对手高雄专家海神用报良善的文案，口说魂霸，甚至讲海神享尽联名资源甲特权，下骹是著名 T1 联名的敌队友，规个事件阁引起讨论。世界杯决赛球场放烟火庆祝这一届赛事完美结束，32队经过将近1个月决战，产生冠军球队。国际卡总即马在建议，下一届2016年世界杯会扩编做48队参加比赛，比赛场次也会64场增加到80场。We have been approving a 48-team format with 16 groups of 3. Of which top 2 would move to the knockout phase of 32, and then 16, 8, 4, and 2. 这是一组3队恐惊有赛制漏洞，所以国际卡总搁咧讨论分12组，一组4队的方案，或者是48队分2区各6组的方案。无论如何，球迷拢更加侪赛事用欣赏，卡总也得到更加侪收入。记者综合报道。
再去看世界，镜头来一刻。这刻有一座博物馆有收藏80多吨的贝多芬的手稿，啊，毋过即马即个手稿拍算要献互日本咧收藏的家族啊，因为即份手稿是伫二战时期互纳粹非法抢来的，啊，那当年是博物馆的专家冒生命危险甲保留落来的。轻快节奏，无同的声波互相的相踏，优美好听的旋律，互人感觉是伫咧古早时阵欧洲的宫廷舞会。这是贝多芬降 B 大调第13号弦乐四重奏的第4乐章，应该真侪人拢有听过。伫捷克波尔诺的莫拉维亚博物馆，连续5天演奏这部乐曲，因为放伫咧博物馆内面超过80年的第4乐章手稿，就要献互原主人。který je součástí už tak unikátního kvartetu jednoho z Beethovenových pozdních a předmět samotný má fascinující sběratelský příběh přes vídeňské vlastníky až k rodině Pečků, kterým se to nyní vrací v rámci zákona o nápravě majetkových křivd holokaustu. A celý ten sběratelský příběh zrcadlí historii střední Evropy posledních 200 let. 贝多芬伫咧晚年所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互人认为是古典音乐史上上伟大的弦乐四重奏作品之一，是俄国的加利辛王子委托。贝多芬伫咧1825年到1826年期间创作6部弦乐四重奏，并且伫咧维也纳首演。专家讲，这几部作品至少有1800多页的草稿。目前所知影的有300多页是分散伫咧捷克、法国、德国、波兰加美国当地博物馆或者是图书馆。伊若派七个家族是安怎摕到第4乐章的手稿，过程就毋知影。只敢若知影家族伫咧二战期间，想要将这款手稿用起来寄到国外，因过回去当阵占领捷克的纳粹半路给炸来。A jak on, tak lidé, kteří sepisovali zabavené věci, samozřejmě poznali, že jde o skutečně pravý Beethovenův autograf a ve snaze zachránit ho před okupanty popírali tuto pravost. Riskovali tím vlastní život nebo minimálně obrovskou persekuci a podařilo se jim to a rukopis jako sporný, přičemž sporný není, byl umístěn zde v Moravském zemském muzeu, kde se trval až do dnešních dnů. 迄当阵派七个家族也想要把这款手稿抢来，不过因为战后欧洲分裂，抑个冷战铁幕的阻挡，也是讨袂大。一直到今年8月，博物馆签移交协议，才确定会当转移给派七克家族的继承人。贝多芬的手稿只是少部分不归原主的成功案例之一。伫咧二战时阵，真侪家族的生理甲财产拢互纳粹抢光。所落来，伫咧战后互共产党列做国有资产。虽然2009年，美国甲其他46个国家有签特雷辛宣言，要甲互纳粹抢来，或者是被迫转移的私人财产，还互犹太人或者是原主人。也无因为宣言无约束力，互财产归害原主人的目标一直拢做袂到。公司新闻牛燕编辑。法国的首都巴黎，有人嘛叫伊花都，也毋过伫市中心的商业区，其实公园绿地花草是真少，所以有种花草的专家，即马是专工对美国引进看水的人造花要来种它，也毋过这嘛引起批评，讲无环保，而且会破坏建筑物的外观。伫咧巴黎第2区的蒙托格伊路是当地真有名买物件踅过的所在。除了购物商场，也开真侪间酒吧、咖啡厅甲餐厅。像即间开伫咧沃角的佛罗里达餐厅，自1楼的豪华座位区到23楼的阳台，拢备满即种牵藤的花，青叶红花看起来真水。就算无来遮食饭的游客，也来翕相拍卡。餐厅 FB 的粉丝也真侪人传各种相片。看到改装的情形。It's just so nice to see a bit of color, you know,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really, when the weather is not so good. And a part of that, it just pops on the street, you know, you want to look at it, and it's just, you know, something to brighten your day. 这种装饰正适合伫咧我家嘅黄金店面，也就是台湾所讲嘅三角汤。业者讲，若是真花，逐工拢爱压水。而且挡袂到1礼拜，要若这种塑胶花或者是打扫花，至少会当挡3-4冬，也唔免压水修剪，省时搁省工。业者讲，因为新冠疫情，餐饮、观光加周边产业生意正歹，趁着疫情加消透，再加上各种无共款的外形设计，游客就算是无入去食饭、啉咖啡，也会当徛伫咧外口看、翕相、拍卡。
替餐厅拍广告，亦和这位专门伫咧做塑胶花。这边60岁老师傅每工的营收换算台票差不多16万以上。Donc effectivement, ça a de l'impact auprès de tous les touristes. On crée du rêve. Puis en fin de compte, c'est ce que je dis tout le temps, je pense qu'on est des abeilles, on va vers les fleurs. Voilà. 也毋过创新的代志，若拄着官僚体系，就敢若是踢着铁板。巴黎市政府就官员认为，塑胶花不如天然的食物，而且会制造更较侪塑胶粪扫。要立党出身的市议员正反对用塑胶花，理由是建筑物的外观、柱下、栏杆，毋那是单纯的物品，而是敢若是少数民族共款劣势。就连建筑师业界也对这款装饰风格真有意见。也毋过餐厅甲咖啡厅业者讲，因拢有劣势，更加是为着后疫情时代会当加招一寡人客，也开了上100万台票的资金。在咧正反双方意见之下，昨嘛市政府监管单位对业者改变餐厅外观的工程，是采取一件一件审查的方式。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7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7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8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7度，上悬18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